接落來就是這風颱的季節啦。其實今年頂半年呢，已經有8粒風颱。氣象署預估未來7月到12月會影響台灣的這風颱，可能有3粒至5粒，還佇咧正常的數量。也毋過因為這性形現象即嘛是當咧發展，所以未來這風颱的強度有可能會加較強。雖然講目前咱台灣附近有2個熱帶擾動是當咧發展，也毋過氣象署是講暫時對台灣攏無直接的影響。黃色雨季收煞，7月開始就是風颱的季節咯。氣象署表示，頂半年已經有8個風颱啊。氣象署嘛預測，過來7月到12月會影響台灣的風颱，可能也有3個到5個，是正常的數量。不過因為性形現象當咧發展，所以風颱形成了後，接近台灣進前，經過溫暖的海水的時間較長，所以有真懸的幾率，風颱的強度會較強。1到6月，我們已經有8個颱風形成。那這8個颱風呢，其實每個月都有颱風形成。1到6月颱風發展的一個狀況也比氣候多出3點多個。我們都可以看到，接下來影響台灣的颱風可能比較高的幾率是3到5個左右，也是落在我們正常值的範圍之內。氣象署指出，目前咱附近有2個熱帶擾動正在發展，一個是佇菲律賓附近，另外一個是佇東太平洋，離台灣4000公里遠，暫時攏對台灣無直接的影響，閣愛觀察未來這禮拜的天氣。氣象署講也攏是燒熱的好天，部分地區也有可能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。拜三進前甲禮拜過到了後，可能會落38雨。在西半部大概會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溫。當中深紅色跟紫色的區域，就是不排除可能會有36度以上的高溫出現，所以在大台北地區以及中南部的內陸地區，甚至花東縱谷，溫度上都是比較更高的狀態。台灣的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，只是在禮拜2、禮拜3午後雷雨的區域會比較多，包括了中部以北地區，還有各地的山區，可能會有比較明顯的午後雷雨出現。針對風颱，氣象署表示，自今年7月開始，嘛會針對6公尺懸的大湧來增加發布大湧警告，會透過手機的細胞廣播，提醒沿海的民眾，較莫佇海邊附近活動。記者郭玉記者台北報道。